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0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7节到24节，列王记下卷第6章第8节到23节，使徒行传第9章32节到3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胜。叙利亚与以色列人交战，最后以色列人不费一兵一卒，他们就战胜了。但是他们并不是用杀光敌人的方式，而是因为倚靠上帝，让他们暂时失去了视力，引导他们进入错误的目标，并且用热忱来招待他们食物及水。列王记下卷第6章第8节到23节的经文记载了这一段非常神奇的战争过程。叙利亚王跟以色列王打仗，他跟臣仆商量，选了一个地方扎营。神的人以利沙送信给以色列王，警告他不要到那附近去，因为叙利亚人就埋伏在那里。于是以色列王把神的人的话警告住在那地区的人，他们就严加防备。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。叙利亚王为这事很困扰，他召集臣仆问他们：你们当中有谁向以色列王泄露了消息吗？其中一个说：陛下，我们都没有。是以利沙先知告诉以利亚王的，他把你在我室里所说私底下说的话都告诉了他。王就下令说：去查出来他住在哪里，我要抓拿他。有人告诉王，以利沙在多丹，王就派出一大队人马和马车到那里去。他们在晚上到达，立刻包围那城。第二天清早，以利沙的仆人起来到房子外面去，看见叙利亚的人的军队和他们的马匹、马车围困着这城，他就喊：老师，我们糟了，怎么办呢？以利沙就说：不要怕，我们这边的人比他们那边的还要多呢。然后他就祷告说：上主啊，求你开他的眼睛，使他看见。上主听了以利沙的祈求，以利沙的仆人往上一看，看见了三边布满了火焰车和火马，围绕着以利沙。叙利亚人打过来的时候，以利沙祷告说：上主啊，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睛失明。上主垂听了以利沙的祷告，使他们的眼睛瞎了。于是以利沙到他们那里说：你们走错了啦，这不是你们要找的城，跟我来，我带你们去你们要找的人那里去。于是以利沙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。他们一进城，以利沙就祷告说：上主啊，求你开他们的眼睛，使他们看见。上主听了以利沙的祈求，恢复了他们的视觉。他们看见自己在撒玛利亚城内。以色列王看见叙利亚人，就问以利沙：我该把他们杀掉吗？我该把他们杀掉吗？以利沙就说：不，就是你在战场上俘虏的兵丁也不可杀，
给他们食物和水，让他们吃喝，放他们回去他们的王那里去吧。于是以色列王就为他们大摆宴席，等他们吃喝完了，打发他们回去叙利亚那里。从此叙利亚人不再侵犯以色列的土地。我们真的是盼望台海的紧张，或者是乌克兰的战争能够就像这样简单的解决了，让所有这个侵略野心的中共啊、俄国的领导者啊，也看不见前面的目标，让上帝来降服他们。人生的困境、病痛、心灵的软弱，都需要上帝怜悯与救恩，这样才能够脱出困境，得到胜利。耶稣基督传福音的第3年所带来给世人的是安慰，是医治，是救恩的赐予。门徒们也领受了相同的呼召，也去传福音，去帮助人，以神迹来医治人。今天的经文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32节到35节，记载了彼得在吕大行了神迹，使一位卧床8年的瘫痪者得到医治。彼得走遍各地方，有一次他访问住在吕大的信徒，在那里他遇见一个人，名字叫以尼撒。这个人瘫痪了，在床上躺了8年。彼得对他说：以尼亚，耶稣基督治好了你，起来收拾铺盖吧。以尼亚立刻起来，所有的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他，都归信了主。在外表上看来，是这一位瘫痪的人得胜了，也看到的是彼得得胜了。其实更重要的是上主的名得胜了，因为唯有上帝能够赐人救恩，唯有靠主，我们才能够得到得胜有余。诗篇119篇17节到24节，求你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活着来遵行你的教诲，使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法律上奥秘的真理。我在世上不过是客旅，求你别向我隐藏你的诫命。为了朝夕渴慕你的律例，我的心焦灼难忍。你责备骄傲的人，离弃你命令的人该受咒诅。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咒骂，因为我谨守你的律法。虽然统治者千方百计要害我，你的仆人仍然要学习你的法则。你的教导使我欢心，是我的良师益友。求主怜悯使我们在困境当中有依靠，在病痛当中得医治，在艰难当中能够坚强。恳求上帝赐下怜悯与得救恩，使我们在人生的困境当中得胜有余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